讲到这台铁的观光列车名一号，互员工逼讲，一个月12日内对车库出发的时阵，有1节的车厢无挂起哩，负责检查人员也拢无发现，一直到7度才甲伊补挂1节起哩。交通部一直到早起呢，伫立法院访问到的时阵，才知影有这件代志。那这班车满分是10029分，影响有上百人欠债。自日主题行程被将近200代替并1号观光列车12为7度站变走环驶出，到树林吊车场的时阵，发现漏挂1节车厢。卫生时间继续西甲南港站准备，另外派车将客车车厢为7度休甲南港补挂，列车到慢分到半点钟。代替证实这代志是11暗时7度吊车场负责客车车号变组同事50行车电报所负报单，变组副站长也无落实检核。我今天才知道这个事情。My God！ 那这个我想我确实是刚听起来感觉是不可思议了哈。那这个部分，我想我们会再请那个台铁哈，针对刚讲它整个的标准作业程序哈，再来检视看到底是哪一个环节错了，或者是要再增加 double check 的一个功能。另外，民众总体会也提出各种记录积极，台铁为改善并购道系统各件功能，用4.8亿买并购道加登记1414套。不过，除了到即马完成报告3成，也阁无法度正常成功，加登记一直出问题，严重影响行车安全。112年到113年，就一直就是连续的。就是发生事情。这个案子我们的合约的规定是在明年的7月，现在正在加紧的建制中。那目前已经有做的，听说可以通过验收的只有30%。目前已经装上去哈，装上去就是在使用的哈，接近400具。台铁回应为今年9月底已经完成396套有意向对要求立即上改善，目前完成进度6成外，小可较慢，会照气候规定监督清商。另外为预防并购道事故，台铁9月开始新制度上路，若并购道出现科技信息，列车拢会伫并购道头前停车，平均增加2分多钟，停等时间引起旅客怨言。也为10月优化 SOP， 先去通报调度员、甲由司机员现场决定了回报现况中心，减少停等时间。记者综合报道。